好，即马全台湾各界拢来协助花莲光复乡救灾，亲像高雄呢是派出40个的搜救人员甲5只搜救犬，一个到位就随投入救灾的任务。除了这地面的以外，也来出动无人机，目前已经找到3个受困的民众，协助甲因送到安全的所在。25透早8点，高雄市特殊队员带搜救犬伫咧光复乡中华路的4库连长走找，无论是野骨头带掉的车卡，也是规个拢是烂土的寮啊。搜救犬拢挖进去甲片看卖，看是毋是有民众受困。无偌久的时间，就伫咧一栋3层楼的人家厝发现2位民众需要救援，因为1楼的大门已经去互烂土往甲无再调开，看到边仔一台毋知对倒互大水冲来遮的车，特殊队将车当作推爬起伫顶悬，将受困的一男一女对2楼接落来。慢慢坐下来，先慢慢坐着，然后慢慢脚先吹吹风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对，哦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啊，有了。啊，鞋子要脱掉哦。哎，这边鞋子就不行了。早起10点左右，特殊队佫找到一位大约70岁查某人，疑似倒脚骨受伤，队员一路用爱的甲人救出来。特殊队表示，因为前阵指挥中心讲，也有超过30个人失联，这摆也特别出动5只搜救犬来斗找人，而且配合空袭机，伫和平街中山路甲中华路遮来详细找找，望会当有好消息。那目前有动员无人机，还有搜救犬及人员装备器材，进行相关地点的失联人员的受困，还有受困人员的搜索跟救援。光复乡受灾严重，遮侪县市拢派人来斗相工。屏东县特殊队2是顺利救出6岁查某囡仔了后，都持续伫现场找找，也阁失联的古堡甲长工。早起，屏东县特殊队表示，失联的古堡已经找到，不过人已经往生去，因未放弃希望会继续找找落去。记者柯宾是柯家如、柯昭阳、高雄屏东综合报道。